打造高級感嘅家居，其實可以好簡單，一條軌道燈輕鬆為空間注入時尚、層次同品味。軌道燈唔只係照明工具，更係一種設計語言，用燈光勾勒空間，提升整體氣氛，打造令人眼前一亮嘅客廳風格。你可以按需要靈活調節燈頭角度，聚焦藝術畫、書櫃、展示品，光影隨你主導，真正做到個人化。唔止客廳，走廊、書房、工作間都適合裝軌道燈，多用途、多場景應用，實用同時又高質感。軌道系統唔受傳統限制，可安裝喺天花、牆面甚至吊掛，滿足唔同建築格局需要，仲可以節省裝修工程開支。簡潔嘅結構令更換燈具變得輕鬆快捷，模組化設計方便日後加裝或者重新規劃照明區域。LED 軌道燈節能耐用，而鹵素燈就提供強烈光感同極高嘅還原度，兩者各有千秋，按用途選擇最合適嘅類型。想再進一步，智能軌道燈支援手機 App 或者語音控制，調光、轉色，一句說話就搞掂。現代家居生活就係要咁方便，唔同嘅軌道設計提供多樣照明控制嘅可能性，雙回路、三回路，俾你自由分區開關，靈活又高效。例如客廳可以劃分閱讀區、休閒區同展示區，每個空間都擁有獨立嘅照明效果，清晰又有層次。將軌道燈配合吊燈、企燈一齊使用，層次豐富嘅照明效果令空間唔再單調，充滿設計感。客廳建議使用3000K 至4000K 嘅中性白光，光線自然唔刺眼，特別適合放鬆同聚會。你亦都可以根據室內風格自由選擇燈具外形，無論係極簡、現代、工業風，都有相應嘅款式配搭。作為香港品牌，MeLight 自設廠房，專業團隊由設計、生產到安裝、售後，一絲不苟，專業細心。想打造專屬你嘅燈光風格，即刻聯絡 MeLight 精緻照明，查詢方案，索取報價，為你家居注入亮麗嘅靈魂。